兄弟們，下邊介紹一套金帝世紀城嘅99平方，100個 W 就可以攞低啦。而家睇下我哋嘅餐廳位置先。好，呢個就係客廳，客廳梳化睇電視，休閒舒適。鏡頭嚟呢邊，嚟呢邊。好，一個兒童房，上下牆噶啦，兒童房已經做咗，有2個小朋友都夠住。好，再嚟睇下我哋個公共衛生間，做咗淋浴噶啦，已經乾濕分離做好。嚟睇下我哋嘅長者房。嚟呢個主人房，瞓喺鋪牆睇住手機都可以睇到外景噶啦，仲帶一個套間。有喜歡呢套房嘅兄弟們，私信留言我睇房，我帶大家實地睇樓。